新質生產力可以話係今年全國兩會嘅重點。我哋嘅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、航天科技等等嘅發展都係舉世矚目，亦都為我哋青年帶嚟好多嘅機遇。我哋要同大灣區嘅其他城市攜手合作，做好超級增值人、超級聯繫人嘅角色，做好內聯外通嘅工作。喺唔同嘅項目加強同國際嘅交流，強化金融中心同埋科創中心嘅地位。國家喺上年度複雜嘅國際環境之下，仍然能夠取得5%嘅經濟增長目標。新質生產力嘅發展發揮咗好大嘅作用。而我作為區議員，一定會同社會各界一齊學習貫徹好兩會嘅精神，發揮我哋一國兩制嘅優勢，共同為香港嘅發展獻出一分力。